其实啊，我一直很希望我的孩子，他很多时候都可以感觉到做父母亲的呢一番心意呀、就很像说我们住在台东啊，我真的很希望，他在成长的过程里或者未来，他都可以对自己的故乡很有记忆呀、不是啊，应该会啦哈。会。可是以前我们小时候，我们父母亲也没想那么多啊，所以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我自己生命里面最有记忆的那件事，是跟我们的族人手牵手一起唱歌的时候，就是即便我在城市里面，很辛苦的要生存下去，可是就是有一个很强烈、很深刻的记忆，是那个手牵手。哎呀，这个怎么讲？因为你们又没有手牵手，所以很难让你们了解。手牵手回家。就是说，那个祭典的时候，就是手牵手，然后唱着从古老时候就唱的歌这样。你们一定也有啦，也许你们找一找吧。可是显然是没有手牵手哦。没有，会被告。如果你牵的时候，对啊，怪啊。我啦。会说你性侵吗？我在公园很小的小朋友这样，我说你好乖哦，叔叔你射啦。可是跟长相。你觉得很沮丧，但是也觉得也有可能他说的对。是。如果我还没发现。也许哪一天你有女儿，就会知道。我会这样教他。对。那怎么办？我今天。